不一定要是共解嘛。我自己看会觉得讲一下，是我还有其他的。来，第一名，第三题是白话哦，正好我们2年级本土也你马2回啊，资料可以评估。你如果介意就西北好条歌，到有听过西北好地地好一来伊袂错无出来听，打落讲有人做无在做，你就这个咯。考卷在接。啊？我考卷放在接。好的。考卷放在接。啊，没关系，有别的就好。我教这首童谣哦，我才发现我从以前我就念错。我从小念错，我到现在要教的时候，我才发现我错了。西北好地地都没人，其他地袂错无。来下一句什么？古代声拍落鼓，古代音啊。我以前怎么唱，你知道？我以前后面不是有一个梅兰伯啊头三色，然后我把前面也唱头三。因为我就唱口塞听，拍落鼓，梅兰伯啊头三色，口塞听头三色说到这位，我看讲，那毋是，我嘛感觉就用口塞怪怪，不过伊是古代是啥？我还特别去查哦，就古代也是一种鱼类啦，迄个基拉鱼、古代、头山都是鱼类，以前田里常见的鱼类。所以伊早细汉有听过，我细汉听念一句讲大口袋炒韭菜，小钱我来，你我无爱，你有听过？我细汉我嘛毋知影大口袋要炒韭菜，我就看人大口袋，我就跳人大口袋炒韭菜，我就讲韭菜差不多大箍呢，结果毋是啦，毋是大口袋啦，那个就是古代啦。就是这种鱼要去腥，所以它跟菇菜炒在一起啦，不是大胖子在炒菇菜啦，这简直是天大的误会咱是大口袋炒菇菜，不是大口袋炒菇菜，那个是真的，我们后来都念成大口袋因为音实在太近了。那还有一个，为什么午后雷阵雨叫西北风？西北方下的嘛。午后雷阵雨为什么是从西北方下来？我以前真的以为就是西北雨还是西北方啊。然后这是为了教这个，我特别去查中央气象局的网站西北雨、西北风不是西北方下来的雨，那为什么叫西北雨？西这个意思，他这样解释，这是其中一种解释。西是太阳在西边，午后嘛，午后的太阳不是在西边，所以这是西。然后北，是因为北方是属水，所以西跟北这两个是拆开来的。还有第二个意思第二个想法叫西北风的由来就是它其实是儿音，就是念错的啦。它的这个雨势很大很凶猛啦，所以它是狮子跟豹啦，西跟霸啦。所以以前人是讲雨遮大才那西跟霸，所以叫西北风，西北风。结果念到后来，大家以讹传讹，就变成什么西北风了。你要知道语言由来没有人肯定是对的，只有大家比较觉得是哪一种而已。我举个例子台语的随便跟青菜嘛，想要讲青菜，想要台语随便跟青菜。是不是这样写？这也是说法之一。这个“请”是什么意思？“请”在古字常常用，
可是现在中文很少用，它的意思是冷，很冷的意思。所以我讲庆崩冷淡的，庆崩就是冷掉的饭叫庆崩，秋气就是很凉爽的意思。所以庆菜啥意思？很冷的天气，农作物很少，所以采收到什么就吃什么。可是庆菜就是随便，就是随便，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说什么？请财是这样子的意思，也是合化的，念错的。请您裁剪的意思啦，庆菜啦，你来裁事啦，怎么办？你说了算啦，庆菜啊，我们只能说比较多人认同这样子的说法，所以。因为一对男女要约会，查某问查某讲，你也要食啥？查某讲凊彩查某讲无，咱你食牛排。查某讲无来啊，牛排咱你。查某讲无咱食日本料理，无来贵三。查某。无路边搭起来阳春面就好。无来啦，食个凊彩。你到底要食啥？凊彩啦。起冤家。讲凊彩，结果讲要食啥拢无来。所以在北部午后雷阵雨。来，所以这条第3题，午后雷阵雨是哪一种降雨？这课本有讲过。午后为什么要午后？夏天午后嘛，白天对流旺盛嘛，所以积很多的云嘛。中午过后，那些云就开始下雨了嘛，所以它算什么云？对流云。它是对流云。来，第4条，何者错误 ？B 为什么错？后面那句不对啦，不要臭氧浓度随高度增加而增加，没有这样。臭氧有最浓的地方大概是25到30公里，那一层最浓。没有越高，那个越浓。来，后边第5条，第5条安怎看？这看不出气压啦，给它看出对流层了。想要看出对流层，因为它有气温。对流层是什么？对流层顶的就是气温最低的地方。所以，甲观测站测到的对流层顶是在几公里？你看一杠，杠高的55.8就是最低的了。所以你到16公里才是对流层顶，乙观测站刚刚56.5，这是上低啊。所以12公里，乙观测站观测到的对流层厚度是12公里，甲观测站观测到是16公里。看，知影就是温最低温那里是对流层顶。来，第2条，咱讲高压是安怎说？顺还逆？顺嘛借东风来，风从东风来，所以在地图上是往左的箭头对吧？所以这一圈哪个箭头往左？顺时针，听一下。这个看那个磁场的直立线都看，这按直立线都按切线方向，磁针 A 极值的方向。所以D，来换第8条，低那里的气压
你一定会少1014嘛，因为愈来愈多嘛。啊，问题是安怎是死唔是猪？为什么是1016不是1019？因为一节间隔性比4，它每个间隔是4嘛，所以丁加一定要拿1019，也就是超过1018，那它一定还有一圈1018那一圈，一定画成这样。但是没有这一圈，表示丁的气压少于1018，安尼啥意思吗？啊，所以我们选 C。啊，这个刚刚有问题，其他看是无啥物问题的。来后壁第10条注意点啊，第10题，迎风面的山坡雨量最多。这个不要小心不要写成乙哈，乙那里它还特别下面标一个平原，就是不要让你跟山坡混淆。其他话，无看到上面有对，刚刚问题这一页，来做个表，来这表16题第3页的，这里讲到嘛。数值越大，就污染数值越大，那数值越大表示污染源所在地。所以这些污染源所在地它有一个梯度，那表示4000那也就是4万啊，700加给污染源所在地，它往左下角扩散，标记仪的风向是从右上方过来。所以那个咱吹是东北风。来，其他那个问题，好，安那无？咱来看，那344第3章最后一个单元。台湾的灾变铁器。咱这里是4个，咱台湾的看电外国看电，咱台湾每电看电，因为我们外国有些地方电都有暴风雪，但我们台湾会遇到暴风雪嘛？无啥可能哦，你若是去合欢山地环嘛，合欢地，外国人会某些地区会因为暴风雪停课哦。你听到停课就很开心，对不对？可是他们遇到暴风雪停课，有两个代志呢。第一个他们出不了门呢，他们被堵住了。我们撒一只铲子为他们背出去，开始铲雪，把门口铲到一条路，铲到车道，正好一天过去了。所以他们暴风雪是很可怜的。无像咱台风有当时台风拄啊无来，你讲趁着台风假，个人去哪说？你从香港香港也所在无地震，没有地震，人家山坡是拢摇来摇去，所以你摇来摇去，你会不会有什么感觉？不会啊。可是你想想看，如果你一辈子都住在香港一样，没有遇过地震，然后你第一次来台湾玩，然后住持就给你到地震，我会讲他超帅的，一辈子没听过地会这样摇的，可我们就经常摇来摇去啊，所以对他而言，地这样摇是很恐怖的事。我渡鬼啊，对不？成语鼠犬吠日就是安尼来的啊。鼠犬为什么吠日？要是四川那也很少看到太阳，所以四川的狗看到太阳就汪汪叫，不知道看到台灯会不会？看到稀有的是很惊讶。后来大家讲的4种3月天气，来第一个寒流。
来，第二个长生风，梅雨。第三个红胎。我带考你的讲了，我互你看一下红胎的迄个气象局精选出来台湾历史3大怪谈。第4个干旱。来，咱复习一下，啥物会寒流？是啥物天气现象到台湾？就是那寒流。前摆拄仔讲过尔，拄仔讲过尔。啥物物件造成寒流？不是封面哦，寒流是大陆冷气团南下。好。发源于西伯利亚、蒙古的大陆冷气团南下，造成这寒流。梅雨这简单嘛，拄仔讲过尔。什么造成梅雨？滞留风。这个封面啊。我每个的吼，上面造成风灾。台风是怎样？来人最完整的说法，你要想台风的起源是低气压，慢慢养成台风，但是台风的那个能量来源是海洋。所以，风胎在海上行路横，行走的路线越远，它越来越大，因为海洋供给它养分。伊若撞落陆地内底，撞落内陆大陆内底，你就慢慢漂移啊，小心一点，因为它失去养分来源。所以风胎咱完整的是热带、海洋。低气压，来想让我该看，想让我该看，不是有啥，是无啥，这两个收少还是无，就该看。你讲本意给灾难哦，有的灾难太少，又形成另外一个灾难哦。我刚可怜的，梅雨跟台风来的太少，就形成干旱。所以不是有啥，是无啥。咱南部的冬天很容易干旱，水库建，所以咱拢做做水了，浮流池。自流池，想办法把水留住，还要建水库。来，第一个寒流，强烈的蒙古大陆冷气团，突然又下来得很快，气温我们不怕低，我们怕突然改变，我们怕突然改变。后来那些年纪大的人在冬天很容易过世的原因，血压变化造成标会更慢，血压不怕高，怕突然的剧烈变化，这才危险。你如果持续在高原可以突然突然变高拔高了，这气温突然下降了，然后我们的身体你如果频繁的给我们改变，我们可以忍受，因为你慢慢的变高，我们可以忍受到很高，你突然给我变高，会抗拒，受不了。得挂起养殖渔业。那个鱼苗的漂移，人没漂移，流浪汉无家可归，突然温度降低，
就会死掉。啊，当然迄砍落来，咱做些什么合欢山什么，啊，就挤满人了，大家就去看雪。还可以看雪到国外看就好了，台湾那么难看到。阮高中的时候，阮有老比中横节气，中横的为大一一直行到怀。结果我们第一天在那个大屿岭的时候，住那个大通铺，外面大通铺的门歹。啊，迄个救火团呢，本来人讲，这门吼前几工仔歹的，啥那歹呢？因为睡到半夜忽然下雪了。一下雪不得了，所有人冲去看雪，把门给冲坏掉。好，大家我看就是哈。我你看，冬天日本的北海道，看你去看哇，这些雪拢有。这是寒流，会把低温特报。梅雨。这咱之前讲过，春末夏初的时阵，自流封面，啊，下一直落雨，一直落雨，啊落伤济吼，咱平地无啥山区的话，就会引起土石流，啊当然平地落伤济，那农作物嘛会受到影响的吼。好，咱才拄仔讲到台风吼。来讲台风天气，来我讲。我甲你讲过，迄个阮有一道避雨路的台风，去到。跟你讲过吧？你和平国中给我们放鸽子那一次，有哈。来，我今天把那个，我特别把那一年的台风的图哦。扣过来哦，作证哦，他放我鸽子，我要笑他一辈子。2000年亚吉台风，哎呦，10月底啊，秋台哦，过来，只要你说那阵开会台风底下哦，校长就决定说如期出发哦，因为其实他就跟大家预测走，行到这，好起来，我给咱和平高空，他们决定给1个礼拜了，我们继续去。他有陪着我们哦，星期3、星期4、星期5一路上去，那我们星期5避雨回来了，他引进西岸气流，北部开始倾盆大雨。幸运的是，我们3天一滴雨都没有遇到，有没有去逃卡西啊？艳阳高照，好，后面和平不是延后1个礼拜吗？有顾了，这1个礼拜后啊。2000年象神台风，15礼拜啊，分手为题啊，再演嘛，没有下礼拜给你演的啦，谁旅馆房间穿本给他带你来，延到下学期去的，接个象神台风，好，我这边这象神台风是真的有在一起，刚才没有在一起。这是2000年啊，这我永远难忘。一张我大女儿出生，就卖厉害后悔了。他跟我来讲，高雄人的噩梦。民国66年
塞洛马台风。来，我来讲。哦，这老高雄人哦，1977年，咱高雄上惊这种。你用护国神山敢炸，为啥来拢唔惊？这风台偌过温呢？高只会人8点哦，所有气象局都预测它100那去巴塞洋的，你去过啊？唔是啊。气象局盯了它好几天了，说啊，在过啊哦，大概8点下班啊，就居然转一个接近90度的直角，直扑高雄而来。高雄被他肆虐而已哦。迄阵我甲阮小朋友拢读国小，阮爸无伫厝里，阮爸是迄阵咧走迄个远洋货柜轮咧。伊差不多拢超过半当无伫厝里，那个跑远洋货柜轮的拢安尼，所以我迄阵哦，我的集邮册真的全班羡慕，全世界各地的邮票都有。他到香港最多，因为货柜轮最常到香港去，然后到欧洲到什么都是远洋货柜轮，爱寄会车转来，车飞转来，我迄邮票我夹起来。剪贴，阮同学拢是台湾邮票，哇，世界各国的邮票呢。你条人去买，阮爸寄回来。迄阵阮爸无伫的，我甲阮每人的小学生，阮迄阵楼骹是一个店面，我们租给人家当店面。迄个店面扛棒哦，迄个风太扫落来吼，甲你没扫着，规个扫我一个珍珠耍，那还是藕断丝连哦。比较回波标棍哦，所以那个扛棒哦，像一个巨兽一样哦，扫过来把我们家正面那玻璃窗整个砰起来，规个拱坏哦，风雨一直灌来，扛棒的规个要落起来，我那时候跟我妹2个小朋友吓要死，我妈那时候真的为虎则强哦，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嘞。他拿着那个拖把哦，去顶着那个扛棒哦，好像那个扛几个人在跟风车战斗一样哦。迄规个无电啊，拢停电啊。他们台湾下骹迄个电器行的头家哦，去3个对讲机起来哦，讲，你这自然无好哦，做歹啦，莫讲无好啦。我俩看着讲，在怀念以前，我讲笑死啊！以前治安很差，所以他拿一个对讲机，窗户又破了，没得关小小的强盗什么的，那叫我们有紧急空摊位又没电了啊！港口有那个货柜吊车，有没有像我们一样的货柜轮这样去吊起来的？2个吊车，去有塞罗马套炸烧之后会废铁，伊个边啊，高雄的厝，唔知几百间的有烧啊，规用迄落的厝拢无用，做做一个很简陋的房子，整个被扫得乱七八糟。民国66年，所以这老高雄人永远记得这一个台风，塞罗马台风。来，但是这不是历史上的怪谈，气象局选出历史上3大怪谈。2001年纳莉台风，凶炸对不对？你讲，这是迄落嘛？这是一个流程，迄个啥冲绳啊，对不？叫冲绳。你看，谁来谁去啊？要来不来的，在那里转了3、4圈，最后，好吧，来台湾玩好了。你知道他创一个什么记录？台风中心在台湾本岛停留最长的记录72小时，3天
从北到南，正好把我们西部平原扫一遍。你知道，一准台北捷运整个变成水池哦，汪洋哦。台北捷运那时候马英九在当市长哦，台北不是马路淹水，连捷运全部都是淹水哦。然后从北到南全都有灾情，这个太惨重了。2001年的那里台风，这是上近的啦，来后一个，这1991年，这叫啥？这大米林立的，9月15哦，来家里嘛，这种向后转呢，180度回去。搞加这180度回来，这对南屿啊，迄天我中秋节呢，因为南屿烤肉，无啦，人烤肉的，烤肉的冰箱扫去天顶啊，这摔落来啊，规个都拢压去啊。跟我会很传饭哦，你看。来到家哦，直向下，到这边又来一个180度向上，冲进广东，回去，会考虑9月15到10月2号，在这玩了半个月。来，这个我是啊，咱看好一个。1986年韦恩台风，没有看灰雨诶，待完哦，3次发布，3次解除，台风警报3次发布，3次解除，用好几家对吧？8月17，哪一家？行，后来咱上惊这穿心台，为中国家穿心而过，过来180度回转，又是南屿，应该不是中秋节，过去哦，你看，台风警报，眼看解除了，向后转，再发一次。高架到南海，解除警报了嘛？再向后转，几乎原地哦，几乎原地冲克哦。而且它到这边还增强，你知道？还增强。它转了几个180度了，再回来，然后绕。这该你弯档刷一下。我当兵的东沙岛还是，过海南岛，9月6号哦，超过半个月了，韦恩台风，这3个是咱历史上著名的怪台风，著名的怪台风。咱都要用箭头来共建嘛，咱看各不高的一样。咱台湾夏秋两季，太平洋暖气团，给台风侵袭，7到9月机会到9月，是台风上多。按分其他月份也有，你看这个统计图，12月马虎，4月马虎，1、2、3月无量。按分7、8、9月上多。来。这一端，高温的洋面充沛的水汽和旺盛的上升气流，这个热带低气压造成上升气流，
洋面它充沛的水汽，这是海洋，好，这是台风生成的条件。台风中心有一个叫台风眼，台风眼会暂时无风无雨，天气晴朗，不过一下过去，因为台风眼的边缘是台风最强烈的。但是台风也引进西南气流，所以台风过后西南气流，咱逆时针嘛，所以西南气流是咱台风节尾巴。还有一个，咱讲西北台是啥？咱台湾遮从这吼，北北部这过，北这有一个淡水河口，它现在一个漏洞，它逆时针在选的时候，带着海水先灌进淡水河口，台北都而且很低，所以海水会带着灌进，台北这很低，很容易淹水。这个来讲的西北海因为开口向西北方。有3页要有关路线图这常客节啦，包括咱若东部过来花东较严重啦，不然咱的中山面拢甲炸起来所以咱的富国神山我们西部这边会比较轻微。9495页，来叫些界定的名词要注意台风中心到陆地就是登陆，所以给界定为台风中心。要为，因为怕谁叉这个里，不算台风热带低气压。空心呢就开始变轻度台风，实心呢绿色的、红色的，变中度，较强烈。台风罩也要注意豪雨，西南气流引发的豪雨。刚才这边讲迄个检查门窗门窗想要大一个。大胶带，免弄花，规个毁嘛，玻璃破掉了会危险。储备粮食，储备泡面。以前我们台风台还会点蜡，对不？里面另外用手电手电筒，比较省电的，用 LED 的。以前台风常来天天提出开热烛光晚会，来烛光下吃饭，有够浪漫。想要干旱，咱台湾虽然雨量多，不过咱的地势很陡，比讲咱落的雨在河流很快就入海。所以很难用到，所以我们被列为缺水国家。我们拿过西北国家，来，所以为了干旱，我们让共轨建水库还有水库的其实有很多，不一定是直接挖，因为直接挖水库还牵涉到环保的问题。咱必然讲过，你的水土保持，你有人是你宾馆污水库下卡海边会造成什么海岸线退缩？咱说这种浮流井地下水这个来防止。上缺水给咱南部的冬天，因为北部冬天的东北季风，南部拄梅雨风台。无够多，咱的水口很大，水库见底，所以我们南部的冬天是最危险的。这里看90月界图，日月潭的水位，讲过日月潭是人工湖，日月潭其实不能后出来，它不是天然。
那时候它会有水力发电画出来。那34是好这样。所以时间去看者，110、101的，才有一个共伴效应甲藤原效应，这拢是两个以上的风台吼。共伴效应是台风跟东北季风共伴，藤原效应是两个台风互相牵引，造成这一些环境。咱今仔无时间，另外来讲一下。